今日同大家分享我最近入手嘅一張薄床褥天花板。養咗貓之後就成日冇覺好瞓，一直想換一張穩定又可以避震嘅床褥，但係太厚，好驚好快變形。一個女仔住，成日都要換床單，好辛苦啊！揾咗好耐，先俾我揾到 Ecosa Essential 呢一款又薄承托又好好嘅床褥。唔好睇佢得5寸，裏邊用咗7段式獨立彈簧承托，每個身體部位都度身訂造唔同軟硬度嘅平衡支撐點，貼服人體曲線，可以完美釋壓。而家我真係可以一覺瞓到天光啦！身為奴才，最關心當然就係主子嘅安全啦。我最欣賞嘅就係床褥四周護邊，外邊使用咗特強彈簧，無論貓貓喺上邊點跳點喐，都唔會跌落床啦。佢仲有9個尺寸可以揀，無論係組合床、子母床定係碌架床，全部都好啱用噶。配合 Ecosa 嘅人體工學記憶棉枕頭，為頭部頸部提供最佳嘅支撐同舒適度。100% 有機竹纖維床品，真係好適合我敏感肌同埋容易出汗嘅人士啊！仲可以抑壓到細菌增長同抗異味，適合有毛孩嘅人，質地仲唔容易黐毛，方便打理。買返去先發覺唔啱，唔使擔心 ，Ecosa 嘅床褥有100萬免費試瞓㗎，唔啱仲可以無條件全額退款添。張床真係太舒服啦，我要繼續同貓貓一齊躺平啦！